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27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成功大学化学系教授叶成胜伫生态病院发表纳米叶明珠新技术。伫注射纳米叶明珠的药剂1点钟后，会当透过显影检查出肿瘤，而且肿瘤的亲像叶明珠同款发光，就连一般人拢会当看出肿瘤的位置。透过古早夜间的发光的夜明珠作为灵感，生态纳米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成胜组成校内外跨领域的团队，研发出纳米等级的夜明珠。透过将纳米药剂注入去鸟鼠的动物实验，让肿瘤亲像夜明珠同款发光，嘛让一般人拢会当看出肿瘤的位置。一般现在医院的不管是 X 光的截取影像、电脑断层或者是磁振造影，你抓到影像之后，大概医生就是你大概等1个礼拜之后，医生还要再去判读。那对生病的病人而言，这个真的是兴奋如疾啊，因为他要等1个礼拜。那我们想说，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一般民众有眼睛就可以看到的诊断方式？那这样对大家会是一个很好的利基。那我们想到说，唯一可以具有这样特质的就是纳米夜明珠，因为纳米夜明珠就是你照光之后，它会持续的发光，然后可以减少一些生物组织的自发性光的干扰，所以它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肿瘤的位置因为它是发光放光，所以你用眼睛就可以看到放光的位置就是肿瘤的位置，所以这个是当时想要做这个题目的一个来源，这是一个动机这样。研发团队骄傲表示，这款当侦测到0.2公分肿瘤所产生的信号，并且伫亲展组织持续发光3点钟，已经是全球首创的重大突破，都要得到未来科技突破奖。研究论文嘛登上10月份国际顶级的期刊，成为台湾之光。我们是全世界首创 X 光的激发放光显影剂。那更让我们兴奋的是，从老鼠的实验，我们就已经看到0.2公分这样的那么小的 size 的肿瘤了。这个是我们觉得是蛮突破的地方。生态表示，该计划5年内将进入临床实验，并且工业技术研究院毛艺术整合跨单位力量，引进资金将技术来推广，希望大幅度提高肿瘤追踪的精准，避免侵入性的治疗来造福患者。第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优良的餐饮业者，每一档拢会举办餐饮卫生优良认证以及集团餐厅的认证。今年总共有339间店家得到认证，希望透过标准的肯定，为消费者饮食安全做把关。台南好食，用心交配。台南市以文化古迹以及特色小吃出名，是个人心目中上爱去旅游、食美食的城市之一。为了保障消费者以及食外食族群的健康，台南市政府每档拢会办理餐饮卫生优良认证以及集团餐厅认证，借此鼓励优良的餐饮业者，同时嘛向消费者推荐优良的商家。台南作为美食之都，不能徒有美食，没有食安，食安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对于关于食安、食品安全。包括食品的履历啦，或是包括整个料理的过程，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能够进一步，卫生局能够进一步为消费者把关，也为所有的市民把关。因此呢，我们觉得其实在整个食安认证方面，尤其我们有一些低碳餐厅，我们对于许多在台南市用餐的餐厅，台南是作为一个低碳城市，它的餐厅。也能够成为低碳餐厅，这是我们乐见的。而且，对于食安的认证，不仅是安全，我们还要做到少油、少盐、少糖。也就是说，吃的美味、吃的安全，也要吃的健康。这点是我们希望说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做到的。这次得到认证的业者，
不管是咧主菜现场、个人卫生、电锁管理、储存环境等项目，拢爱符合规定，才有资格领标章，证明得到政府的肯定甲推荐。台南市这次得到标章的餐饮业者共有339间，相关的资讯会当上网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网站查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应用明年3月无人回联机证照将要上路，劳动部分家人分署首次开办遥控无人机的训练班，并且补助在职的学员7成的费用。在1月份第1期开班，就去引济嘉义空拍民众报名参加。明年3月31号开始，飞空拍机买考照，就参像开车上路要有驾照同款。因为空拍机4月飞会当翕人，嘛会当翕景，当作勘察地形的工具。但这款飞来飞去无管理制度，未来意外免不了。所以劳动部分家南分署目前已经开办3期的遥控无人飞行机在职训练班。第一摆参加学员有感觉参像耍电动的相当趣味。好像是打电动，很新鲜，还蛮顺的。第一次玩电动、打电动玩具的感觉，还蛮有趣的。根据分家南分署表示，目前开办的3期，每一期接收16位，拢是每礼拜6上课，总共训练到16点钟。除了辅导学员考出证照，而且只要在职，都有7成的补助。那我们这次无人机的课程，主要就是会教会大家如何来操控无人机，还有一些基本的构图还有拍摄完毕之后的一个后置作业、美编、剪辑，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影片。因应明年3月31日起，操作无人机需要有证照，那分属也与时俱进我们预计明年度要开3期的这个遥控无人机实务班，也要辅导学员能够考取证照。分家南分署进一步表示，最近推出的在职专班，除了遥控无人飞行机以外，也有机器人控制基础等43个班。报名到12月20日为止，有兴趣民众都要把握机会。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吸引民众进入古典音乐的世界，台湾艺术家交响乐团持续推出无同款的表演形式。在1月30号全新制作的不靠谱俱乐部音乐会，都希望观众会当用手机甲乐团来做互动。台湾艺术家交响乐团对成立以来，就以高水准的表演艺术来推广古典音乐，并且跨领域合作来传承音乐教育文化。不过今年上界特别的，就是结合科技，拍破传统音乐会，互听音乐买当耍手机来互动体验。接触互无同的族群嘛加入音乐厅，特别是吸引少年一辈。那这场不靠谱俱乐部从名字开始就知道它是一个要打破边界的一个音乐会哈。那这个它的基本精神出发就是打破台上对台下这样子一种传统的一种这种表现传播的方式，改变成台上台下一起来互动。那这样子的结果来造成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实际上它是一个真正的 live， 在事实上是现场在发生的事情的哈。那这里面融合的除了基本就是它是一个音乐会以外呢，融合了这种科技的互动科技，这个互动装置上面的，然后有戏剧上面呈现，另外呢也有这种数位艺术的一种表现哈。这些东西融合成这场音乐会，那它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种种的手段来达成。让音乐更加的跟一般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做一个结合，然后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人类文化上面、文明上面一个很高的成就，然后能够透过一种这么轻松愉快的形式，那我们希望打造这个音乐会变成是台湾的一个代表的品牌哈，台湾代表的音乐会，就是任何台湾人都知道不靠谱俱乐部就是可以开心听音乐会的地方。为营造这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互动式音乐会，乐团甲现代创新数位内容研究中心、临港智能数位转型研究中心合作，互交响音乐会嘛像过去民歌餐厅点歌的构想，互观众用手机互动，甚至成为影响演出的关键。台湾以前很盛行的民歌西餐厅也是我们的取材啊，因为民歌西餐厅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是观众可以跟
跟这个表演者做一些点歌的动作嘛，哈。那我们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呢，也会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变成一个极大化。那各位可能想说，那民歌现在听这个点的这样的模式，怎么可能在音乐会现场发生呢？这么多人，好，那再加上演奏是一个交响乐团，所以它是复杂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东西怎么去变成一个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难题跟挑战。但是我们也来呼应这样子的一个难题跟挑战。那我们也希望这场音乐会能够成功之后呢，将来我们的不靠谱俱乐部2也能够再做更多的创意，更多的挑战，对这个土地。对这个我们的台湾的这些乐听者做出一个交代。这场活动式音乐会在1月30号即伫台南文化中心将有，欢迎民众拥有购票来欣赏。李家团伫试探市场反应以后，后续嘛将继续推出一系列的创新体验。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嘉南药理大学幼保系毕业成果展，以着勇闯5大洲作为主题，结合儿童的戏剧，佮设计闯关游戏，互参加小朋友会当一边佚佗，一边学着世界各国的相关知识。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去找东吧，走吧。为了让小朋友自细汉认识世界各国，嘉南药理大学幼保系今年的毕业成果展，以世界5大洲作为发想，设计出5个关卡。和小朋友进行合作闯关，游戏结合肢体动作、环保意识、拼图解谜等趣味的探索体验，和小朋友家己发挥团队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玩小象，在哪里玩到小象？其实小孩子他现在学习的东西可以都有环保啊。还有一些生活理念、生活常识的东西。那我们这次用州来说，国家对孩子来说，他们没办法接触，出去玩的时间很少。那我们希望可以用州让他们去了解各国的国家。指导老师王心怡表示，勇闯5大洲的设计，结合了配对以及数理的概念，运用世界各地的背景，设计出真人版的环游世界氛围。嘉药幼保是1年1度的一个毕业公演，那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我们大4的学生，然后他们综合大学4年所学，然后把它运用在这一次的活动上面，邀请附近的幼儿园一起来参与。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勇闯5大洲，那5大洲的过程里面，我们融合了儿童戏剧、
桌上游戏真人版的部分，然后我们还有让小朋友去做对应、记忆游戏、肢体律动等等，然后让小朋友再闯5个关卡。那在这5个关卡当中，他们要激发他们的潜能，运用团队合作的精神，然后一起完成这个关卡的任务。历经1年的规划甲设计，予嘉南药理大学幼保系学生透过毕业成果展，展出4档所学的精彩呈现。欢迎台南地区的民众会当组团来挑战，透过互相合作、集思广益，做伙来完成勇闯5大洲闯关游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有一寡人会有喙齿咬袂正的状况，齿科医生就表示，这毋是病变，是属于发育的问题。毋过因为无好看，佮容易有蛀齿、甲齿花受伤的状况发生，所以医生嘛提醒民众毋通疏忽。现在人愈来愈重视喙齿的美观，所以咬合无正这种问题也愈来愈受到重视。除了会造成外观的无好看以外，也有可能因为食物卡伫喙齿无好整理。因此，提悬蛀齿甲牙周病的发生率，所以医生也提醒民众莫轻忽这个状况。就是基因上面的遗传，还有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就是牙齿旁边的一些组织，像是舌头啊，或者是那个嘴唇，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所造成的。那不良习惯像是一些可能就是像是一些吐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吸吮大拇指的问题呀，好，或者是咬指甲这些问题，其实也都会造成咬合不正。好，有这样的现象的话，首先就是要请矫正的医师去评估。那原则上我们会取前套的资料，好，还有去评估牙齿个别的一些牙周的状况啊，蛀牙的问题，然后还针对它的骨骼啊、它的牙齿的一些问题再去做分析。那最后订定出一个矫正的治疗计划，那还有就是矫正费用跟预计的时间这样子。就有一位学生因为咬合无正，所以无法度好好食物件，同时也有加做发炎的问题。经过2年半的治疗，现在喙齿也拢无问题，嘛袂造成伊的负担。治疗前的话，因为有一颗牙齿长在后面，所以这会造成吃东西的话会有咬在别的位置的困扰。然后也因为那颗牙齿会不好清洁，所以那个时候是怕蛀牙，然后就来医院检查这样。然后评估了之后是做了2年半左右的矫正，那矫正完之后会就是清洁比较方便，然后比较好吃东西。如果是较严重的状况，可能会造成剥牙或者是后倒，可能也会影响患者的人际关系，产生心理障碍。所以接受治疗除了会使改善喙齿的健康，也会使增加患者的自信。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开始予阿婴仔食副食品呢？现代病院医生表示，若是上早食会消化不良，毋过若是上晚食有可能会欠缺营养，影响发育。所以建议上好的时间点就是阿婴仔4个月到6个月之间会当添加副食品。根据现代病院小儿科医生陈延儒表示，伫门诊当中，有关婴仔到底是当时爱互伊食副食品，什么会当食，什么袂当食，一摆爱食偌济等问题是一堆。医生强调，虽然母乳是婴仔上好的食物，不过对4个月开始，得当添加副食品，补充其他不足营养，同时训练伊吞甲补，因为婴仔这段黄金期嘛是避免影响成长发育。小朋友的话，其实建议是在4到6个月添加副食品。那其实如果没有在这个我们会说添加副食品的黄金期添加副食品的话，其实在营养的摄取方面，到6个月之后，其实奶类的营养其实就会比较不足了。所以其实如果超过6个月之后才开始摄取副食品，小朋友在一些营养摄取上其实就会比较不足，就会影响到小朋友接下来的生长。医生进一步说明，虽然食副食品的种类无特别的限制，不过一岁进前避免食芳味、有肉毒杆菌的风险，以及较圆、较甜、亲像土豆容易见到拢无适合。只要将仔4个月开始用汤匙练习，一定要有耐心，得当甲婴仔好好食饭。但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根据上新的癌症登记报告指出，女性癌症的第1名犹原是乳癌。医生表示，台湾的女性检查率无到4成，而且有人只做超音波，有人只做乳房的摄影。其实这2项拢爱检查，比较较保险。
医生偏偏是女性想了解女性的想法甲需求，特别伫年间依然是女性第一名的威胁之下，政府阁有免费提供年房入面的筛检，但统计起来，台湾女性却无到4成的检查率，徛伫防治年癌的角度，医生嘛感觉相当可惜。国民健康署有为台湾40到45岁以上的女性提供每2年1次的乳房摄影，但是呢，国人常常会因为害羞或是听说乳房摄影很痛而没有进行这样的检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呢，只要我们选择适当的时机，例如在月经结束后的1周内检查，那本院呢使用的是新型的数位型的乳房摄影，其实疼痛感也会大大降低。那大家不要害怕。其实来做一个乳房摄影检查，可以消除你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不过，到底要以年房摄影还是超音波的检查为主？医生建议，因为2项各有优缺点，会当互相弥补，所以建议2项拢做才保险。乳房摄影和乳房超音波是完全不一样的2种检查，没有谁比较好，也没有谁比较不好。基本上，他们2个人的优缺点是正好可以互补的。所以呢，完整的乳房检查其实也都是必须要乳房摄影加上乳房超音波，才能让所有的病灶被我们统统抓到。医生呼吁年房检查唔通只做一半，白白错过保护女性健康的好机会。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阵雨的天气，温度20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1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